嗨，大家好啊！2026年你有咩關鍵詞？我哋有3個選項，選項1、選項2、選項3。Hello， 排序1嘅朋友你好啊！你選到係呢一個 Rosy Forest 嘅香水。咁到底2026年你有咩關鍵詞呢？宇宙想同你講，喺過去你一直都孭住好多家族嘅任務，或者一啲工作上面俾你嘅壓力，甚至一啲可能好似唔係你嘅責任，你都有攬住上身去做，有少少覺得火燒心嘅感覺。知道你係好有能力，亦都好有擔當，但係有時你都會覺得攰㗎嘛，因為你係人類。有時你覺得做咗好多，點解反而好似你自己得唔到嘅？但係所有嘢你都係俾咗人哋，所有嘅功勞可能都係俾咗人哋。咁最後你自己嗰份係去咗邊度呢？你會有一個繼續犧牲循環嘅過程，即係意思係你有一個成日都要犧牲，然後奉獻，再有好多重任攬上身嘅一個模式，無論喺你事業或者喺家庭或者喺愛情方面，你都會有一個咁嘅感受。咁而家以上一部分咧，就係作為驗證牌嘅一部分。如果你覺得有對應到嘅話，就可以繼續聽埋落嚟。以下2026年你嘅關鍵詞係咩啦？咁喺牌面度睇到咧，2026年好可能你係會有一個 storm， 一個雷暴嘅覺悟，一個發生一個重大嘅事情，然之後令你覺得真係有需要去向內心諗一諗。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靈性成長嘅逃脫，挑戰嘅來臨，面對選擇或者放下嘅一個反思，或者一面鏡子咁樣。你可能會遇到一個人或者一件事，令你有深刻嘅體驗，跟住慢慢你就會覺察到自己。到底係應該呢個人要唔要值唔值得去再一齊呢？或者值唔值得再交往呢？ Even 係朋友或者係情人都好，或者係工作夥伴，因為你發覺可能佢係一直喺度拖累緊你，或者一直喺度攞緊一啲着數，可能着數覺得太難聽，可能係攞緊一啲便宜咁樣。但係有時過度付出都會令到自己好虛脫，你就會經過呢一個 storm， 然之後發現到自己，可能我都有第二面性，或者有第二條出路喎。我希望你可以好似小朋友一樣，心明如鏡，就好似牌裏面呢個女仔一樣，佢望住嗰一個池水，一個湖水，佢發現佢嘅倒影其實係一隻天鵝，並唔係嗰個女仔。但係佢要點樣去行動呢？點樣去做呢？去到底點樣先睇得清楚事實嘅真相呢？
以下就係宇宙想俾你嘅連結，宇宙想俾你嘅建議。佢係想話，其實宇宙有好多好多貴人喺你側邊都幫緊你嘅，你只要聽下佢哋嘅聲音，或者當有人話伸出援手幫你嘅時候，你就去接一接，去真係嘗試接受下別人嘅好意，接受下喺你個舒適圈度走出去，接受一下你需要改變嘅嘢。有時可能你得到成日想有嘅安全感喺人哋度得到，譬如我對佢做咗啲乜乜乜之後呢，我就有呢個感覺啦。即係例如今日我屋企人叫咗我去買早餐俾佢食，咁我買咗之後我就覺得好滿足，因為我可以帶俾佢愛。然後你就日復日咁樣做。宇宙想同你講嘅係，其實你而家已經好好啦，只係你睇唔到，未察覺到。其實你身邊都有好多貴人喺側邊幫助你同支持你。有時佢哋話幫你嘅時候，嘗試下唔好拒絕佢哋，嘗試下接受佢哋嘅好意。我覺得你會發現你嘅新世界。你成日都會有啲自我要求好高，希望你可以慢慢地察覺，好似睇落個湖裡面，慢慢地察覺到其實自己可以有自己已經做得更好啦，已經多啲讚賞下自己啦。咁最後祝福你喺2026年有一個好好嘅發展。拜拜。跟住輪到牌組2嘅朋友，你哋抽到呢一個2026年嘅關鍵詞係咩呢？首先係驗證牌嘅部分，睇下有冇同你有相關或者有啲共鳴嘅。喺過去可能呢2025年或者更加之前嘅時候，你一直都有準備一個新嘅目標，一個新嘅諗法，但係你冇周圍同人哋講，你只係慢慢默默咁樣準備。你希望可以對到2026年係一個新嘅出發，你希望可以展翅高飛，你做咗好多 prepare 嘅工作，你就係想將呢一個目標成為你嘅人生目標，成為你未來人生嘅大方向。如果有驗證到你嘅部分，我哋就可以繼續聽埋落去啦。我覺得個牌面好靚啊！就係有開心啦，你嘅關鍵詞會有勇氣啦，同埋你會揾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佢哋會成為你嘅最好嘅傾訴對象，亦都可以發掘你內心心靈嘅一班人，一班啟發嘅人。喺過去，你好好地準備自己，亦都有好好地裝備自己，可能去學唔同嘅嘢，聽唔同嘅人講嘢，或者接觸唔同嘅人，為自己嘅新目標籌備。而喺2026年，你終於可以喺你辛苦或者喺你進步嘅過程裡面揾到你嘅快樂。你都一啲都唔怕話好忙啊，或者任何嘢，你係好有勇氣，亦都係帶住一個好好玩嘅心情去開創你自己嘅目標同埋事業。而當中，你喺呢個過程，你會學習到好多快樂，亦都會攞到好多唔同嘅靈感。呢樣嘢都係令你越戰越勇嘅一個啟發。
最後你嘅收穫就係可以得到一班好好嘅朋友，譬如有一啲好精靈嘅朋友啊，一啲會有保護你嘅朋友，或者一啲係你幕後軍師嘅朋友，你會覺得哎呀真係好好啊，可以識到呢班人係我人生裡面最好嘅合作夥伴啊！而最後宇宙想俾你嘅建議就係記得要衡量當你辛苦嘅過程，亦都要照顧自己嘅身體啊，亦都要將自己嘅時間好好分配俾愛你嘅人，或者分配俾你想做嘅工作，或者你去玩樂嘅時間。你會要學識好好拿捏，然後亦都要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咁以上就係我送上最大嘅祝福俾你，希望你2026年可以得到幸福快樂，亦都有幸運啦。拜拜。Hi， 排早3嘅朋友你好啊！你哋揀咗係呢一個 Rose of No Man Land。咁首先就係2026年你嘅關鍵詞係咩？咁我哋先嚟睇睇驗證牌嘅部分，咁有對應到你就可以繼續聽落去。首先宇宙就係想講喺呢一年你已經經歷咗好多嘢，亦都有好多人對你帶嚟一啲新嘅睇法。因為譬如你喺工作上面遇到呢啲人，咧就譬如係一啲前輩，係你嘅前輩，跟住你就會覺得啊，如果我繼續跟佢一齊做落去，我會唔會好似佢咁樣呢？我會唔會成為咗第二個佢呢？跟住點知你就可以有少少反思，令到你亦都向自己更加多條路去出發，揾到自己嘅樂趣。我相信你係好機智聰明嘅，你係一個超級醒目，亦都係話頭醒尾嘅人。你可能見到你前輩，你會覺得，我唔想成為第二個佢，因為呢個唔係你想要嘅生活。你自己好清楚自己係一個咩位置嘅人，自己想成為一個咩位置嘅人，所以你亦都有付出你相應嘅努力，希望可以達到成為一個某個高度嘅人。但係你知道你而家係仲未可以成為嗰一個你理想中嘅人，你仲喺呢條道路上面，所以你嚟聽呢個 video 想得到少少啟發或者啟示或者啲認同感。咁如果認證部分有啱嘅話，你就可以繼續聽落去啦。咁嚟緊2026年嘅關鍵詞係咩呢？就係 protections。我會覺得你會喺你係尋找緊你嘅道路上面，會有人默默地支持你咯，向你走近。佢哋唔係 walk away，佢哋係向你支持，亦都會喺側邊。佢未必會都係過嚟拍下你膊頭話加油啊咁老土嗰啲嘢啦。咁佢係會知道你得嘅，我哋就企喺不遠處等你，你慢慢行過嚟就得㗎啦。嗰種支持啊，嗰種喺心底裡面嘅支持。而我亦都相信你會好 enjoy 呢個過程，你會好似當小朋友學習闖關打機闖關一樣，慢慢一步一步去揾到你嘅支柱，揾到你嘅成功感。而你2026年嘅第二個關鍵詞就係內心世界，最後你會揾到你嘅內心深處嘅世界，因為答案永遠都喺你心裏面，而魔法就喺你身邊。你會好似呢一張卡牌裏面嘅女仔一樣，由一個黑暗轉去光明，最終你係會揾到一個好 peaceful 嘅感覺。因為有時我哋人會向外找，我識朋友，我去飲酒，我去食飯，我去學嘢，都係向外求嘅。最後你會回歸到你心靈深處，
然後睇清楚自己到底你嘅內心嘅聲音係乜嘢呢？想同你講咩？所以最後你會揾到你嘅內心，然後你會感覺到一種好安寧、好自在、好覺得 This is who I am 嘅感覺。最後宇宙俾你嘅建議就係你唔使介意任何人喺你側邊所講嘅閒言閒語，或者佢會有啲人可能係會嚟同你講你唔得㗎啦，你放棄啦，你真係太大想頭啦，你真係你覺得咁樣得咩？即係好多人會嚟擊退你嘅諗法，或者係將你覺得你係唔得嘅，你係唔會成功嘅，你咁行點會啊咁樣？但係最後你都係會 follow 你嘅心，然之後你會好明白自己就係要成為一個咁嘅人，然後向住你嘅目標前進。呢個就係我為你送上最大嘅祝福，希望你喺2026年發展得一切順利，亦都揾到自己真正嘅內心。拜拜。